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路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总统赖清德上午伫台南市长黄伟哲顶人的陪同，出席台南后壁南华生物科技园区参加2025亚太南华会议，甲伫台湾国际蓝灯的开幕典礼，包括农业部处长、农粮署长以及外贸协会董事长，甲伫国内外真侪南华产业的团体参加，现场贵宾云集。市长黄伟哲甲伫总统赖清德伫开幕致辞时，除了欢迎各界贵宾的莅临，参与台南后壁世界兰花的盛会，相信每一位参与者拢有丰富的收获，体会台湾兰花的水。会中总统嘛承诺，为了台湾兰花产业后一个20年的发展，第2期兰花园区会来如期推动。今天的主题 Next 20， 也就是我们亚太兰花会议20年后来台南再次举办，也是我们台湾国际兰花展的睽违进入第21年。所以呢，占有世界重要兰花界蝴蝶兰重要一席之地的我们台湾的兰花界，今天将会从现在开始一直到3月23日，会以最好的我们农民的辛苦的成果，以及所有的科技研发的成果，在兰花上呈现给各位。我们第2期的兰花园区会如期来推动，让我们的兰花园区更加的扩大，兰花产业更加的发展。大家说好不好？
我相信未来台湾的兰花会在更多国家绽放美丽。我从担任台南市长就一直希望，台湾兰花就像荷兰的郁金香一样，可以养活更多台湾人，能够行销全世界，带来庞大的经济价值，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软实力，将兰花所代表的坚韧、友谊与自信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今年已经迈入第21档台湾国际兰展，唔仅是世界级的兰花界的盛会，同时嘛是世界3大兰展之一。这届更加结合加了20档，再次开会亚太兰花会议伫台南举行。对外展出期间，对3月8号到3月23，总共16天。现场分做5大主题馆，透过多元丰富的高品质兰花，展现咱国智慧农业的成果，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离亚太兰花会议甲着论坛，总共有50场次专业的演讲，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就兰花的育种、栽培、科学甲着保育进行演讲交流。上午的开幕式嘛有日本、加拿大甲着新加坡等10个国家17位使节来参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获选台南双料特优的永福国小管弦乐团带来的演奏，伟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交流会揭开序幕。已经走过25年的音乐赛，因为公平客观，每年吸引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外学生专程来台较劲。今年国内外学生就将近1600位参赛。在7号赛前交流会中，副市长叶哲山就盛赞这场比赛正是学习音乐人荣耀的起点。学习音乐人他荣耀的起点。荣耀的起点，也就是说，他在这一个比赛的平台上，不只是得到好的名次，更重要的是交到很多的好朋友，也学习到很多城市、很多国家不同的所谓的文化。那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比赛的过程当中越挫越勇。他未来在整个音乐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25年来，将近4万人参赛的音乐规模确实不容易。主办单位除了用音乐交流切磋，让大家勇敢追梦、挑战极限，借此培育传承出的优秀音乐人才，更是不计其数。比赛对我们讲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每年都会带不同样的小朋友、不同的家长来哈？就是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起步点。你们也可以看他们的小学、他们的音乐厅哈。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哈，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很要进步这一点哈。我们这个比赛非常的公平、公正、公开，然后他们都很乐意来参加，因为我们这个比赛，他们可以把这个市长的这个奖状拿到国外去申请奖学金。透过国际间的互赠奖杯、纪念品等温馨的交流，为期4天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在3月8号、9号、15号、16号就分别在文化中心和德光中学举行，为持续发掘音乐人才、提升全民音乐素养来努力。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因某种因素昏迷，造成呼吸、心跳停止而产生猝死现象。为紧急掌握患者生机，将患者从鬼门关抢救回来 ，CPR 急救术就是抢救性命的关键之一。为让社区长辈也能学习到这项技能，未来若是遇到紧急状况时，不会自乱阵脚。大同里长侯云静特别邀请卫疗紧急救援队前来授课。双手打直，如果打不直的会怕的就外翻。二来，两乳头连线中间。加尾节十字架，来1上、2上、3上、4上、5上、6上、7上、8上、9上。卫疗哈，它本身好像在东区哈做了一些相关的救援活动哈，我们都很希望他来为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哈长辈健康促进课程来上这个课程。那你觉得这些课程对长辈有什么样的帮助？起码有一个认知啊，观念的认知。如果万一有一个意外的话，他要怎么样子去自救或是救人？不止口述与示范，
救援队的老师也让长辈们亲自操作 CPR， 体验救人的分秒必争。18、19、20、21、22、23、24、25。来就要急救的时阵，家庭若有人安那就会当利用。刚才就困难。没啦，就忝。有这个真大的帮助，因为咱若无着咱厝的人若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咱的基本动作会当做到，等那个救护人员来。今天的课程主要就是来宣导我们全民 CPR， 就让长辈能够，如果在遇到发生状况的时候，自己最少会学会怎么去压 CPR。我们重点全民 CPR 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正确的使用 CPR 的教学的方法，让他能够在短短的3分钟之内的时候，能够引导到说我们能够在救护车来之前的院前的救护这样子，然后先让他们民众在 CPR 的时候有正确的方式来急救，把这个人带起来，让救护车来接手这样子。今天主要就是说，那长照据点的话，就是有一些长辈的话，让他们学习怎么去压。这个全民 CPR 的意思就是要让大家每个人都会学到怎么去压我们的 CPR， 然后再来学习我们在如何使用我们的 AED。本身是东胜里长，同时也是虎尾寮紧急救援队队长的黄英慈表示，这次是救援队首次来到长照据点，与社区长辈分享急救知识。重点是要让更多人掌握全民 CPR 的急救技能，也欢迎对这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据点都可以向虎尾寮紧急救援队洽询。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全国第一件大型鬼蝠轰标本，以栩栩如生的姿态重现于海科馆主题馆5楼，真的是超巨大。最厉害的是成功挑战软骨鱼类的标本制作。像这样软骨鱼，它要保持它的体态以及不皱缩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这只动物呢，它又是全世界最大型的双吻浅口蝠鲼。好，那我们文献上最大记载它是可以到9公尺，那这一只是将近6公尺。所以我们称过它的体重是1.3公吨，非常的惊人。那制作过程中，从取皮一直到揉皮，一直到复原，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艰困的过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成品，就像它又活过来一次一样。历经380天的精密修复，在产官学界通力合作下，得以完成这一项艰巨的保育标本工程。从他身上理解说我们保育海洋生物的一个用心。那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误捕，但在误捕这样的误捕底下，我们让它做一个最好的利用，让这整件事情从一个误会当中，最后得到一个好的 ending。那我们希望这整件事情带给大家的教育意义是往正向方向去发展。这种滤食性的海洋生物，在1980年代在华东海域相当常见，但现在已列入濒危物种。这个鱼基本上来讲，它前面那2片叫头鳍，鳍就是胸鳍的鳍，头鳍那是导引那个水流，吃东西的时候让食物可以导引那个水进到它的嘴巴里面。但现在很少，海保署把它列入保育类动物，所以现在是不能动它的。我们期待进补了之后，这个资源会恢复了，我们可以在海上可以看得到。栩栩如生的鬼蝠轰标本，未来将作为海洋生物教育及生物保育的重要教材。把它当成我们各级学校学生学习海洋生物保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素材欢迎大家一起来。标本制作过程充满挑战，感谢产官学界齐力协助。真的是产官学除了海保署移转物件。那博物馆呢承接这个作业，还有我们的民间公司，真的要感谢，不管是金鱼龙有限公司还是川星那个有限公司他们的协助，我们才有办法留住这个物件。那这个物件呢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其实手非常容易受伤，因为它的皮呢都充满了盾鳞。我们自己在制作的过程里面，通常处理一次的一个作业，如果不小心弄的都是伤，那都要至少1个礼拜才会复原。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大家的心血呢，可以让这一只蝠妹因为它是雌性，它可以再一次的展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这只世界级的海中巴黎巨星以俯冲之姿悬吊展示在海科馆主题馆5楼廊道，民众可以近距离观赏，进而了解海洋保育及教育的重要。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旅游景点
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在全麦的润饼皮加入各样的配料，这家位在三民区的春卷专卖店，除了常见的香肠、蔬菜以及鸡蛋之外，还会加入春卷的灵魂，也就是酥脆可口的蛋酥，让春卷的口感有更多的层次。像是熏鸡、鲔鱼、坚果都变成春卷里的主角，不仅让台湾的顾客经常回购，也是外国游客到高雄必吃的在地美食之一。Oh, it's very good, very nice, delicious. Whenever I come to Kaohsiung, I have this. 好吃啊！就是好心态食，头一礼拜上食还有4届，咱介绍人来食，来甲买啊。因为我是老伙仔，我拢食迄款天然的啦，古早味的啦。人即马少年也是染足一项的啦。我是食古早味的安尼啦。我当然啦，我是台南人啦。我来阮祖囝食，我来拢会加买。我们的春卷啊，原本基本上是只有香肠肉松的春卷，就是所谓的传统的春卷。那因为有很多顾客啊想要换这口味吃，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啊，就是会尝试不同的口味，然后看如何的去搭配。才能够让春卷吃起来很爽口，所以我们的传统春卷啊，除了基本款以外，我们还可以另外加上自己喜欢的熏鸡啊、鲔鱼或是坚果、生菜，对。很多种的搭配可以客制化，要让春卷的内馅及外皮都维持最佳的口感，也得多一道功夫。老板娘会将春卷里头的蔬菜水煮过后，立即用电风扇吹干，让顾客久放后食用也不会觉得软烂。另外，不只有春卷的配料多元，还有各样的口味可以选择，让春卷不再只有花生以及糖粉，顾客也可以选择加入胡椒或是海苔，让春卷有不一样的风味。糖度也可以按着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因为现在人比较注重养生。注重健康，所以呢，甜度的方面通常都会比较半糖以下，那甚至可以选择无糖的。我们还有隐藏版的哦，就是加上黑芝麻或者是花生粉，无糖的。口味的话，我们卖的最好的是海苔跟原味，还有黑胡椒，也是因为说给客人有多种的选择，然后还有客人各自的口味，对喜欢的口味。然后我们希望说给客人最好就是最符合自己想要的口感。觉得吃春卷单一口味不过瘾，还可以加入各样的配料。店家之所以会推出客制化的服务，无非就是希望每一位上门的顾客都可以吃到自己满意的春卷。想在平常的早餐或是午餐来一份美味可口的春卷，不妨可以到这家店尝试，点一份自己喜欢的客制化春卷。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位于树林山家火车站旁有一间黑白色系、外观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咖啡店。老板杨宗宪是树林甘源地区的在地人，多年前在台北市从事业务性质的工作，经常请客户喝咖啡，喝着喝着竟也喝出了心得，因此萌生了自己开设精品咖啡店的想法，让家乡的邻居朋友也能够喝到好喝的咖啡。当初应该是说想要把我在外面看到的精品咖啡，然后带回树林。树林其实原本就是有很多咖啡啦，但是有要让咖啡跟美学这种空间美学能够在一起的店，我当时觉得应该算比较少一点，所以想要把我当时，因为我原本是做业务性的工作，有机会在全台湾喝咖啡，然后主要在台北市嘛，然后就觉得很多好的咖啡它会结合空间，结合很多服务跟元素这样，然后我就觉得树林比较缺少这种店，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要在树林用一个这样的店，所以我的店通常会有满满的可以用插座，可以 WiFi， 可以亲子友善，可以宠物，很复合式的东西。但是我们最根本的还是精品咖啡。独立的咖啡连锁店要如何做出自己的品牌特色？杨宗宪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跟地方人文地景来结合。因此，山家以前有矿坑，于是山家店的风格就是以黑金作为定位。然后山家到底要做什么？我这时候才去查历史。哇！我身为甘源人，每天经过山家，我不知道山家原来是矿坑。然后我就觉得很好，我的设计的灵感就来自于我从矿坑去营造这个咖啡厅。
来这边算是轻旅行的时候，有一间咖啡厅是跟在地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后来你看我店的元素都是很多很黑色、很方方块块，很多大的音响，我想要营造矿的感觉。对，就是一个跟地方文化有点关系的咖啡厅的感觉。关于店名来发有点传统土味，与咖啡店的形象不太搭，杨宗宪也有他的想法。取店名的时候，你会陷入一个状况是说，要叫什么店名，然后要很厉害，要有一些意义，要想因为什么，然后用这个店名。那我当时其实想很久，觉得很难。后来我就想到，以前长辈名字都很怂，又很福气。是，我觉得爸妈那个年代，他们的名字通常都怂怂，但又很福气，又很好记。所以我就想说，爸爸名字来发，然后就是来发，然后又很像有一些双关，来一发咖啡，然后来就发咖啡，对，然后反正这名字，我那时候有很多种版本，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成功的话其实好像很孝顺，不好的话需要金援找爸爸，因为丢脸是大数。精品咖啡强调的是果酸果香，是真正爱喝咖啡的人才能够接受的口感。为了让更多大众能够喜欢，所以杨宗宪选择了坚果科，喝起来更加的顺口，但是凉了以后呢，依然带着酸味，不违背精品咖啡的初衷。其实会做咖啡接触的其实精品咖啡，就所谓的果酸果香，但是我知道在市场性，台湾过去要能够接受这样的部分，懂喝咖啡的人才能接受，爱喝咖啡的不能接受。爱喝咖啡，他们对于咖啡的理解是提神，然后想要可能顺口，然后可以喝一整天的。但那样咖啡又有违背我想要做精品咖啡这种果酸的感觉，所以我们咖啡的调性是坚果可可，喝起来基本上是一杯顺口的咖啡，可是它凉掉的时候还是稍微带酸，回到我做咖啡的初衷。对，所以说我们的咖啡很精品咖啡的人不能接受，喜欢很浓的也不能接受，可是大市场那80%我们是抓得到的。工地刚好在附近，在树林那边我们就来回就看那个，因为之前就在树林的来发这边就吃过他的生起司跟咖啡，都是很棒的，所以就是刚好在这边三家这边有新开，所以就刚好这边路过，所以就比较顺，就都会来这边买这样。我都是喝咖啡，它味道都蛮香的，跟连锁但是差蛮多的香味的部分它再我都会带那个生起司真的很好吃。真的好吃，他都手工看他实际去做的，真的很棒。咖啡店里少不了甜点的搭配，这里的招牌除了生起司之外，更有山家店才有的山家盐可颂。我们店过去很招牌就是生起司、乳酪跟提拉米苏。那我那时候在用这家店的时候，我想要让三家店有别于我其他5个店有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去找了一个，我觉得就是甜甜圈跟盐可颂这东西，其实外面也我做别的地方也吃得到啦。但是我让这2品项是让我的三家店能够专有，因为三家店它其实空间比我其他店比较小一点，所以我想要让它有一些属于这个店才有的特色。这样，杨宗宪说，喝咖啡应该是一种日常，他希望左邻右舍都能够爱上喝咖啡这件事。我的6家店，我为什么锁定在三营区土树山，就是因为我的客群我设定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因为我觉得只有左邻右舍他喜欢一杯咖啡，他会每天去喝。可是如果你在一些商圈高租金的情况之下，那个东西很吃留客干嘛，然后其实没那么固定，所以我从一开始在做来发咖啡的时候，我设定我只是想要把土树山生根做好就好，做一个在地的品牌这样就好了。为了确保咖啡的稳定品质，杨宗宪斥资采购了烘豆以及选豆的设备，并随着喜爱的音乐调配出不同风味的咖啡豆。带着果酸果香的精品咖啡，再搭上口感柔顺不甜腻的生起司，满足了每一位咖啡爱好者的挑剔味蕾。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创立于民国4年的江福记饼店，100年来见证基隆的发展变迁。每一口中式糕饼都可以尝到历史，每一个节庆与糕饼都有其独特的连结。江福记饼店已经有110年的历史哦，这么长的时间里，其实每个年节跟糕饼的结合，还有做这个祭典的结合，其实都跟我们的产品都有相关。结婚回门大家都会用那个米香来做这个伴手礼。胖来胖去，那老婆饼是我们自己店的传统的一个特色美食，然后它中间是有我们自己做的内馅。老一辈的他们就很喜欢这种产品，然后土地公生日或者观世音生日，他们就会用这个来去祭祀。短边那个冬瓜大饼，那里面的
有咸蛋黄，有冬瓜肉，然后有一些果干，结婚啊，然后送客都有这种。基隆最早的是，香辛香料是最早接触的一个城市哦。咖喱饼也是衍生出来的一个产品，那里面有一些自己切的肉馅跟豆沙馅，然后皮是咖喱皮。咖喱饼完美融合了在地特色，还有蛋黄酥、传统老婆饼、冬瓜大饼等，遵循传统制作的口感备受欢迎。我最喜欢吃它的这个蛋黄酥，一整颗蛋黄下去包的那个蛋黄酥，所以很好吃，对，很新鲜。绿豆椪它吃起来，我觉得跟别家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吃起来就很像以前吃的那个口感，对，那不会有一些它比较扎实啦，对。那现在有一些绿豆椪会比较蓬松这样子，对，个人口感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吃这一种。为了提供更好的消费环境，江福记3年前进行老屋改建，采用挑高设计与清水膜墙面，创造舒适明亮的空间，赋予老店新生命与意义。近期也与基隆市文化局合作，共读基隆24小时活动，透过糕饼文化带领民众认识基隆的在地生活与信仰习俗。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知道有地滚生啊，或粥生啊，然后有粿给啊，但我们其实不知道糕饼店他们会做这么多不同的就是因应时节的不同的糕点。与文化局合作的计划也让进泉重新审视并整理在地的文史资料。透过这个文化局的活动，然后我重新读了一些历史的书籍，重新读了一些以前的一些文献，然后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当地的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去分享跟保留下来的。分享早期基隆人的生活方式、饮食文化与祭祀传统与现代串联，让美食之旅多了文化传承的意义。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想要搭乘轻轨，进站时都需要先刷卡逼一下。但是列车的方向有分顺向和逆向，而且两侧的月台也都没有连在一起。不熟的乘客就常会走错地方，得重新走到对面的候车亭。那这时候重新进站，还需要再次过一次卡吗？来错月台，那我走到对面去的话，我需要再重新刷卡。原则上是这样没错，就要再刷一次，那再半退就好了。对啊，就跟捷运一样嘛。应该你刷的刷错了，应该再刷一次，在那边再刷一次哦。还要再刷，不同方向啊。许多民众都以为还要再刷一次，可是这样子可能就会造成重复进站。虽然高捷公司有设定7分钟的防呆机制，但有些路段的月台都隔着一条大马路，假如多花些时间做移动，系统时间一过刷卡就会变成出站。这时候再搭上车离开，就可能会变成出站没有付钱而被锁卡。譬如说爱河之星要上车，如果你在这个月台刷错了卡之后，到了对向月台，请不要再刷卡，因为刷卡就等于是你出站了的意思。所以在你还没搭车之前，都不要再刷卡。那如果你是要有搭车的行为的话呢，我们刷一次上车卡就好，然后再等到下一次下车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月台刷卡就好。那同站进出是指，如果你在同一个站你绕了一圈，你再回来的话，这个就是同站进出的部分，这个会被扣款。高雄轻轨在去年正式成员通车，虽然已经过去1年，但是还是有部分的搭车要点需要多加宣导。高捷公司也提醒民众，搭车之前可以多加确认行车方向。在民宿是从小到大就是顺行，反之则是逆行，这样子确认就比较不会跑错地方了。记者川军高雄报道。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